今次就等我帶你食盡香港老味道。今次嚟到旺角百年老字號蓮香樓，老字號果然係老字號，係香港越來越少見嘅傳統味道，而且仲貼住點心車傳統，真係買少見少。冰鎮花雕豬手上台已經聞到超香花雕酒味，豬手啖啖肉得嚟，個皮超爽彈，冰鎮過之後食落特別清爽。蟹子百花蝦丸，每啖都食到原隻蝦肉嘅口感，面頭蟹子咬落卜卜聲，層次感滿分。個芡汁調到個鮮味出嚟，XO 醬蝦球叉燒絲炒辣鑊氣十足到呢隔離台都聞到香。XO 醬微辣野味，蝦球大大隻又新鮮，蟹子燒賣原傳統味道永遠最穩陣。豬肉同蝦比例完美，肉質爆棚，點吉汁食真係冇得輸。蓮香蝦餃車一出就要出手搶，皮薄到透光，每隻都包到脹卜卜，蝦肉新鮮爽甜，最少有2隻蝦喺入面，完美。